再见，你们只是学的好小了，看见你们以后好好学题了。以后你得快点好考不行？录不录你录个？能不能换到外地？录了。以后你搞定吗？老师哦，学下了吧？就搞这嘛，就搞记。记有啊。一提前你个嘛，就是知道噻，错了这个错过弄我记。你要不要跟他吃那个东西？这样子是跟他吃的，吃的你个能干想倒不起，直接跟他嘛。就不知道怎么上了啊。又上那好耍的了，就是要搞你好好笑，不好好笑了，你搞呢，我就知道是你们怎么弄了。呀，受了呀，不好好去跟你弄，说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做上来，以后不好的话，你后面你不搞了啊。